1月3日凌晨，美國對委內瑞拉發動大規模空襲，從影片同圖片睇，爆炸火光直接染紅晒成個天空。估唔到嘅係，美國仲出動三角洲特種部隊突襲委內瑞拉，直頭擄走咗委總統馬杜羅同佢老婆。特朗普對呢件事相當得戚，接受紐約時報電話採訪時，佢仲話捉獲馬杜羅全靠周密計劃、精銳部隊同出色人員，呢次行動真係精彩到爆。講真，確實夠精彩，一個國家總統居然俾人擄走，搞得委內瑞拉副總統羅德里格斯要出面表態，我哋政府完全唔知馬杜羅同佢夫人而家喺邊，要求美方交出佢哋仲在世嘅證據。羅德里格斯仲通報，美方今次行動已經令委內瑞拉嘅官員、士兵同平民慘死。全世界都嚇咗一跳，美國真係咁出手，仲直接擄走馬杜羅。俄羅斯、哥倫比亞等國已經要求聯合國安理會開緊急會議商討，但講真，商討到尾又有咩結果呢？譴責美國，大概率又會被美國一票否決啦。我總覺得美國突然入侵委內瑞拉係新年頭一個好唔吉祥嘅預兆。美國話打就打，完全唔理別人死活。呢個世界越嚟越亂，今次事件起碼俾我哋上咗3堂血嘅教訓。第一個教訓，一定要有強大嘅國防，千祈唔好信呢個世界真係完全和平噶。冇強大國防，一個國家就好似獵場入面嘅獵物，國際政治嘅叢林入面，獵手總係等獵物放鬆警惕時就露出獠牙。尤其委內瑞拉擁有全球最多石油儲備，自然成為帝國眼紅嘅目標。講起上嚟，委內瑞拉都唔算細國，國土約91萬平方公里，人口約2800萬，喺拉美排前5。但坦白講，佢嘅國防實力遠遠追唔上人口同資源優勢。戰端一開，國家總統夫婦幾個鐘就被美國特種兵擄走，呢種簡直係國家級恥辱，可謂係委內瑞拉嘅靖康之難啊！第二個教訓，堡壘最易從內部突破。美國兵不血刃就擄走委內瑞拉總統，話冇內應，正常人都唔會信啊！就好似以色列空襲伊朗，摩薩德特工早將伊朗滲透成篩子，今次美國特種兵入委內瑞拉捉人，一定有當地內部人士撐場。歷史悲劇成日重演，唔係敵人太強，而係守城牆嘅人自己打開城門。何況委內瑞拉仲有反對派，喺西方扶持下，反對派領導人仲拎咗2025年諾貝爾和平獎，一個特朗普夢寐以求但得唔到嘅獎項。一個內部撕裂嘅國家，仲面對超級強敵，根本冇抵抗之力，甚至可能連抵抗嘅念頭都冇。第三個教訓，千祈唔好輕信美國標榜嘅和平。特朗普最中意自稱和平總統，仲成日話自己制止咗8場戰爭，對拎唔到諾貝爾和平獎一直耿耿於懷。但佢真係和平總統咩？唔好忘記，舊年就係佢下令美軍猛襲伊朗核設施，今年頭又係佢下令入侵委內瑞拉。呢2次行動有聯合國安理會授權咩？美國根本唔使，甚至特朗普連美國國會嘅戰爭授權都唔使。CNN 都慨嘆，無限制權力嘅體現，冇咩比起深夜喺一個國家首都綁走在任總統更恐怖。咩世界正義，咩主權完整，咩國際法規，美國淨係要求其他國家遵守，自己永遠例外。歐洲各國就擘一隻眼閉一隻眼，對美國多數都係沉默。其實乜嘢和平、正義、主權都喺大炮射程範圍內噶啦。強者嘅邏輯總係披住規則外衣，內核卻係權力肆意妄為。呢個雙標世界入面，輕信美國嘅和平諾言，最終只會淪為帝國獵物，同階下囚。佢哋許諾嘅可能係橄欖枝，但手中緊握嘅永遠係槍炮同鎖鏈。委內瑞拉只係一個危險開端，更多拉美國家想必已經嚇到震。墨西哥以前有句諺語，墨西哥最大嘅悲哀就係離上帝太遠，離美國太近。而家越來越多拉美國家應該能真切感受到呢句說話入面嘅殺氣啦。